懂吃，来做事。手泡茶啊？双流腿哦，就要签。签一下会怎样？懂你的嘿嘛？可以吞去一只铁缝，好高的铁缝，因为落去旅行。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回来变正茶，你要抽一下嘛？抽一下。不用了，活动做那么久。哦，纯2分，你提一下。真是的。对了，抽一下好了。单车还没有来。很忙啦，抽一下。你抽了？哦，抽下落用的油冲落火的哦。你那是半水吗？我睇下魚點。哦，炒落嚟，沖下。你先冲茶。平安夜莺渐莺嘅菜市场，有限世界总爱航空，温暖嘅声音汹涌嘅理所，带纯爱舒适嘅迷途，有壁乡。头副冠沙灯标，猪牛是群最强遗忘。下个草牛准备好着上座，黑暗的记忆迷途。多嘞，哎。哦。两片那片的嘛。来。富港貨茶條。富港貨茶條哦。已經冇耐啦。要40年。40年。差唔多。差唔多30年。30年。啊，頭擺來嘅時節，爭一張嘢台呢。捱下叫。爭一張嘢台天天，係喺個古早嗰種大嘅長式嘅茶票，基本上落去做環啲嘛。記得。基本可以轉一隻泡泡卡。隻泡泡卡。係啊，你叫我落去。OK。吃到俩夫君同頭擺一模槍咧，係冇？頭擺落咁樣樣。變香香啊！哦，哎呀，記得頭擺英國喺兩邊有一張蠻有鹽咧，兩咩冇咧，30年冇炒火茶落。我也記得咯。係啊，頭擺我國中嘅時間，嗰種是在木柵開店嘅時間，我家轉來啊。哦。係啊，嗰種是阿 Q 都會突然來火茶站在愛，我們就會去吃肉油。有。係啊，完全冇共用咧。你頭擺有飛啲俩夫君嗎？夫君出來很少啦，大部分中下吼是住世家啦。行下地方度對位，中下是住世家哦。啊，切架條夾落肉飛唔會嚟了。雜愛雜兩三皮，雜愛雜兩三皮，三皮莫雜掉了你。哎，我同講，我。國中嘅時節啦，我家賺來，自己回來賺零用錢咧。嗰種是3Q，在個阿家福卡後會開個自拍工廠，你記得嗎？記得。他都會叫我回來打工誒。故說我吃到嗰種是個肥衣清後啦。而且重點充電係蠻緊要，充電我賺來，大白賺來嘅時節家婆阿家還有阿 Q 就會本來零用錢。你根本一賺來富港2片，等他來賺一阿家嗰片好嘛？對，煮啲好吃咧，本幾條食。OK。哦，你等下一條錢看有賣好賣。哦。哎呦，唔該，我唔是紅雞紅多2片來過嘅，安泰嘅店嘅唔該。
富冈小北百货，第一摆来过。唔是来过了，也附近变化一胎吼。有摆唔咩俩哎呀。还有很多红肉饭诶，吃了会很多嘅。红肉喺哪面吃？新木。新木哦，新木还有卖，迄鸭肉脯系冇？哎。鸭肉脯吼。佢有卖半件，红肉店听到有半件。半件。每一家。我用个皮头来煮，系冇？哎，有一点点的嘞，差不多点。你看有买嘛东西了？老了。小刚友你好。好，你好。哎呦，买很多东西哦。嘿哟，唔可能，我黃頭醬是吉祥。買東西啊喲。黃頭醬。黃頭醬本黃肉食咧哦。嘿。哎呦。就五個耶。兩千八左右。嘿呀。真係假誒？真係啊，唔好看。按怎樣？唔看，我要買東西做誒，我偷師傅。兩。嘿，偷師傅浙江嚟做啊，嘿。偷師傅。要做的什麼？這叫是。做唔得是啦。是啦，温柔。唔好啦，發酵模式做唔得啦。做唔得是啦，嘿呐。哎，你按香，你做煮乜嘅？煮豬肉、腐牛肉。哦。韓國煮魚誒。魚誒。煮雞肉做得嘛？雞肉炒雞肉咩鹹啦好食。炒雞肉。啊用炒。做煮雞肉我加食。炒太重咩懂哦？咩懂哦？炒太重。聽錯愛啊。炒太重咩好食啊？咩好食嗬？哎呀，個煮烏河。專業嘅。起來千強啊！想買一罐嚟幾多錢？好啊。一罐150條哩，150條。係啊，可聽按太貴。係。我出去我就唔會個本錢咯。我啲啊。可聽哦。係。哦，我買一罐做得哈。做得。喺個差不多點地位度看到個調羹用，在總結自家做嘅黃頭醬嘅時間，我就吃到哇哦！一時之間，我這個時間第一全部轉落嚟，就係這個時間換嘅黃頭醬，還有七層茶、是黃牛嘅記憶全部轉嚟。嗰時候都得到了個。黃頭醬來煮雞肉，真歡喜。有阿姨，你啊黃頭醬很辛苦，你用慢做的啊？黃頭醬，係啊，你用慢做的。用了偷師傅洗槍、洗澡、洗澡了，燜糯米飯，哦，還按米酒，哦，就要煸，還個加糖去淥啊，發酵啊，淥啊，要發酵，該鑊蓋不鉗咧，將鑊蓋鉗，將唔會多汗水。哦，幾久時間？漳州的是？至少要如半張月。半張月時間？半張月漳州。漳州的做多按樣？係。按樣一般賣150塊。係。冇半張月，自己地不發酵唔啦。發酵。係做唔得講煮完煮嘛。係。攪下後先醃硬。醃硬又咪ram個糖係冇散。哦，醃硬就200個時間都久，東西唔會轉軟。經過飯。好吃的東西，對，要經過時間係。按樣我就要用2罐黃頭醬來煮雞肉，不牙架式咯，我們認真來煮出啊哈。係啊，按子說哦，阿姨。哦，什麼啊？下次再來跟你學商業機密哈，搞不買就好了哈。哦，再見哦。哦。爸，你跳板是來過冇？你應該係新嘅地景藝術嘛？唔是來過。兩片美獎咧。新嘅景點咧。全嘅幾條嘅嘛？白鷺鷥。拍好嘅。拍好嘅。誒。白鷺鷥都拍好嘅哦。拍花講拍好嘅。拍好，有乜啲？安厲害。謝謝我有學過啊。誒，我細時節啲阿姐嘅片啊，嘅無骨頭以後啊，叫乜小田喎？小田嘅時間係姐姐要拿去做嘅呀，嘅兩時同嘅。嘅老母還有嗰條表弟嗰條啊，就會用嘅竹籤有冇插嘅煙囪嚟烤煙囪食。哦，還有嘅有一擺誒，唔可以命嘅鹹嘅嘛，準橋地尾度命鹹嘅。係有啊。有哦，你咩命啊？會哦，個水橋度當多嘅鹹嘅。係。家很乾淨，沒有污染。嘅晚些時間，我清些時間，我記得有一擺咩嘅在阿姐嘅片嘅準橋地尾度，啲命嘅鹹嘅。結果有一擺啊，你搞到清歡喜清香哦。嘅準橋當空就飄落一隻死豬誒，死那個豬誒，睇住個嚇死誒，嚇死了，爭先恐後。佢冇反駁觀念嘛？係嘛？都死豬誒、死雞誒，都讓上得。條擺那個死貓吊樹上，死狗放水流嘛？條擺阿媽咩樣用？我記得條擺休腳嘅時間。條擺傳統嘅時間冇猥瑣好裝啊！唔過貴貴嘅。唔講喺地方按到嘅，唔講買我都買嘅。
拍好诶，拍好诶。可以有枪冇？枪唔条白休嘅冇？有枪。有枪哦，有冇做人法？當位這很二 D 耶。當位暗條呢？當位暗條。老人暗條。老人暗條。跟你 say hi 啊，彪哥 hi。嗨。那有講嘛？有誒冇誒？大家歡喜哦，拍好誒。好，拍好誒，拜拜。好夠吼。佢同點條呢？佢講行100張尾了，有糖到冇？有，要小心哦。我出來了。阿姐，喂，師傅，師傅，家婆，有嚟得聽老闆嘅，有老闆嘢，我哋聽數多啲冇？真係好濃。有一種天數有寫住哦。冇。係豐富翻嚟哦，大數我同天數好冇？我見會中2數啦哈。那個你親不切了哈？係啊，有些蔥，好像豬肉攤的老闆娘，他們有蔥，個東有給我感覺。懂吃，來做事。溫嘢冇？按醬啊。按醬。啱咩點係醬？有腰嘅咧，我。哎呦。你喺新宿公園不開啊？你都中秋節，各種嘅產期。半夜班嘅時間。半夜班新宿開不開嘅？懂快哦。很大聲誒，中心戶主。穩定一講哦。係啊，阿姐不差不多咧。生意有流推。哇，懂嘢。聽他。會多咧啦，心靜自然涼。不用點了，不用點了，心天自然涼。好咧。喂，Q。哦。姐夫啊。你喺度嘛？納涼哦。係啊。以前。我不要涼哦。阿姐在嘛？阿姐講嗰邊攞翻嚟。阿姐。點嘅都攞嚟。攞半元。係啊。哦，真係哦。係啊。蘇婆雞片哦。係啊。哦。等過佢。哦。依叫冇去蘇婆雞片咧。誒，佢哋揾嚟。哦。這個時節家去雞片帶。佢講佢比較下啦。啊？攞翻就聽。攞半元搶啊！你要同佢講下，我要給他驚喜耶。係啊。係啊，用咩做得同佢？一定要天數嚟攞下半元。24就去揀攞。係啊，去揀攞，去揀攞。係啊。期待已久咧哦。天數啊！阿姐。喂。阿師傅拿。師傅。師傅。家婆，有嚟得聽老闆嘅。有老闆嘢，我哋天數多啲冇？都好濃。有拍馬錯冇？我咩天羅？天老闆人。有歲數冇？有啊。有一種天數有歲數哦。冇。之前嘅阿姐攞嘅扮演真好先咧，蘇婆咩？係啊。蘇婆咩？家做扮演。做嘅扮演真好笑哦。頭擺大擺攀走嘅時間都會有扮演。有一般嘅石頭嘅甜誒，同期啦。同期哦，錄同期哦。你兩片有錄同期哦。係啊。跟運天強用辦講，就會錄同期啊，牛溫水。牛溫水。講牛溫水。係哦。兩片講錄同期。同期啊。哦，應該清好時間呢。我是嚟做啦。真的嗎？放前擺搶年下哦，當位展出嘅同期哦，加少件啊。你客家扮演冇做嘅地位都有保留嘅吼，唔講係客好食嘅。太食嘅啦。係啊，全部從頭自家來。係啊。兩班都做結構，唔係去浸嘅。嘅生米係可以炸過未？會矮啊，係冇？會矮米吼。矮後搬去裝啊，裝嚟炸啊。哦，會攞機嘅，係用做得冇？做得啦。隨便啊吼。做得加做得誒。我叫到是啊叫啊。真的嗎？有偵查哦。有哦。偏矮吧？我叫到是啊叫啊。真的要加誒？係啊。攞下叫下叫。係啊，叫啊你。不過冇聽漏錯啦。係啊。我唔會啊，唔怕漏錯吧？一般攞3張。一般看時間嗎？一般真難攞，人家我一般攞。真的咧，安利會，我們攞3張。攞2張是啦。攞4張。4張？哇，真係好高數。攞4張我嫌咯。攞3張看啊，我攞咗1張。攞俾攞1張啦。個條牌正經，請期待就會阿姐嘅扮演。攞扮演以後搞咧，他一般有做扮演嘅時間，張國興愛做。攞扮演。想謝謝阿媽從個天數啊。真的哦。按用唔是自家攞過，我哋屋下唔是食過咧。屋下佢從阿姐婆那邊拿過去嘅。
哦，韩国配备送给你诶。哦，买下脚啊，买下脚，毛浓还好吃啦。系啊，买毛啊好吃，对啦。给阿文之前讲的时间，还将提到讲，原来你个阿姐俩平个合法是用挺强的，同人你讲的无强用的。那头摆同因讲，阿姐婆那阿姐，姐讲那阿达，太其他都唔听爱咧讲嘛。原来是用挺强的关系。系啊，系啊，像个鸡肉啊，鸡肉唔计用挺强用慢讲。雞肉，知道雞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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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肉，雞肉，雞肉，啊，用聽了用在使用慢講，潤田，潤田，我還有買貼片咧，潤田，糖油有些強會量啊，些時嘅都老到係會量強。罗安多扮演都要煮饭是吗？会啊，会哈，啊麻烦咯，我要打包哦。哦，哦，该全部会做饭哦。啊，漂亮下啲做嘛？你吹嘢，吹嘢咯，那先落去清几好咧。好啦，哦。哎，大舅，哎，你做哪个？那帮错啊？俩有买吹啊？我听数嘛？不是啊，俩冇买个吹啦，这就冇刮啦，我冇去呐。哎呦，还有看到辣椒嘞？辣椒有啊？辣椒哦，辣椒你头前给俺讲，那做得站哦？做得啊，对啊。哎，俺落去走，还有买吹啊？你见多啊？你要买黄埔啊？你还保守啊？俺做得见几多亿？抗疫几多？改变咩椒啊？强势还没做的哦。对啊，红色比较辣，红色比较辣。红色比较辣，有我那么辣吗？很大哦，比我还辣。哎呦好，俺用英国有辣的啦。有啊，冇改变咩椒啊？俺用辣的，俺用辣的。好啊。哦。你讲你买保守？保守啊。保守，这边嘛个？改变贴纸吊坠。吊坠还一色条嘞。哎呀，蛮太搭起的，还个有黄埔啊，难怪。哎呦，有黄埔哦。对的。哎，有黄埔。哎。阿飘哥都做个黄埔饭。哎呀。好。好嘛？哦，也有黄埔的，有黄埔哎。这边有南瓜。对。哦，俩只哦。哦，俩只一台呢。我捡走了。哦。不要个痛嘞。哦，按太早。不要个痛。一冲哎。哦。阿飘哥的黄埔饭一粒会哦。还有黄埔啊？对啊，阿飘哥做黄埔饭不爱吃咯。耶。哦耶。错。做毛的请阿爸来做黄埔饭，是因为阿爸家会煮俩烘东西。有常时佢煮的时间，佢就会打电话本来讲，佢根本煮黄埔饭的，我很爱做伊不卡吃饭。不过大部分时间因为爱亲无限，故所有常时无家转移。虽然讲爱离阿不卡非常的近，故所有常时阿爸就会准备好黄埔饭，佢就会打电话本来讲，你吹不卡吗？啊，包装到佢就会包一下嘅黄埔饭拿来本来，因为爱带的是旧的公寓的饲料哦，佢个叫咩无讲清方便，佢还会去送饲料，同埋送一碗黄埔饭过来，就会表示讲，佢哋阿啲上来咧，就会讲，你无家要转去平地，故所有常时佢就会拿黄埔饭来本来吃，就会佢上来。黄埔饭嘞哦，大厨爱同天数好嘛，基本做伊二厨啦吼。我先准备猪肉错嘛，猪肉先煸香嘛，系嘛？
葱安用，一袋，安用做得嘛？葱安用太细做得嘛？要去多的，唔要切猪肉的多的。无嘛个多的，当爱切猪肉的。东肉的多的。无啊，了一粒啦。较泡的啦，较细。干袂？你去太极的吃猪的哦。讲的肉粉啦。安用做得嘛？请问一下大厨，安用爱太细做得嘛？对半。安用做得嘛？有没有完美？做得哈。几袋吗？好。你做嘛特别好吃澎湖饭？澎湖饭的天香啦。天香哈。你做嘛特别好吃个澎湖饭啊？澎湖饭啦。系啊。因为煮起来太下欢迎，皆大欢喜。皆大欢喜哎。不是因为你的射物线哦。唔免哪年会叫师傅。是南瓜子。南瓜子哦。没那种的南瓜。哦，难怪你不看很多南瓜子。哎，你给煲嘅我先本地烧嘛。你啊干他我是不用油。佢清潔，清楚我不用掉油。哦，我不用以前我先不用油哈。冇洗好做係啊。係啊，你先要切了哈。係啊。你还没我煮出来好吗？我有德智你真传。哎呀，吃了有一些葱，好像猪肉摊的老板娘哦。他们有葱，跟东油给我感觉。东油的感觉。哎，俩英国等它会标青豆油出来吧？哎对，它有南瓜跟那个搭配啊。哦，南瓜会吸油係冇？會同油吸起來係冇？誒，南瓜撈米全部會。米哦，來，豬肉準備好了，啥落去切乜嘅？黃埔。黃埔嗬。誒。人家天天本地標油。黃埔。黃埔安用要拉冇？安用要拉冇？差唔多，人個切好嘅。哦。出股生意哦。啲啊，唔生意哦，我本油比較多。黃埔嘅同佢炒軟來啊。咩啦？即係撈米種啊。啊，香菇咧。香菇嘅。唔是先煸香菇哦。香菇嘅先煸，即係豬肉生嘅先煸啊，先爆香啊。黃埔嘅先煸。冇啦，那香菇啦，豬肉先煸，哎，先爆香。應該要拉嚟。哎，香菇喺幾多？香菇喺先煸嘛吼。哎，所以差唔多12類，10類，都差唔多啦。切一時。細對半。咩時哦？冇啲皮。那種係太，兩係太。用嚟切種哈。嘿。最開。哦。大的哈。哦，差不多按用呀。塊狀的東西就用塊狀啊，片狀的東西就用片狀。哦，很清講究呢。那煮出以前菜，牙鋪要拉胎嘛，唔看個油煸出來。係冇？香菇咩準備好咧？我先煸嘛。太雜嘅先米類啊。係啊。哦。拉嘛？拉哈。啥落嚟？薑嘛。薑嘛冇奶係冇？薑嘛係。冇奶。有一堆要拉嘛？啊。按用一堆。多啲嘛？多啲。蒜頭唔乜。蒜頭呢幾多？也有全部。全部好了，全部哈。哇，這個很像那個凶器，還用樹葉刮嘅花，應該會了解吧？哇，人家刀工很厲害。那有拉冇？有。你都冇開？有哈。我吃到你煮嘅澎湖飯伊厲害咧。我同天炒嘛？唔是。唔是啊？哎呦！也係乜嘅米啊？糯米。鹽糯米係冇？幾多量？6杯。6杯哦。
6倍啊，我批几多水？水要6倍。6倍哦。用诶，做得冇？我降低半杯水。我降低半杯水哦。这个南瓜的水分哦。啊，米咧？米没有降低半杯，你要用矿泉水？米唔是降。哦，你懂厉害嘞！你要用矿泉水会降几多水？哇，你是瓜农吗？好，对。我大概湿度唔低啊，麻烦嘞。做嘛。让火大一点。火不给他开哦。冇啦。什么东西？加了动作了。什么梗？你头摆同妈妈姐来复工前期吗？前卖年。亲呀，本用，俺妈妈。哦。有冇？当然有啊，有哈。有冇修过安排？动吃，来做事。给盐哦。盐。还有俩，来，撒落去干嘛个？胡椒粉。胡椒粉来。哇！那第一摆看到很臭，那大摆都试听听。我臭到油全部飙出来吗？哦，都个飙加下，即係冇飆跳住哦，看起來白白。唔會啊，冇飆跳油嘅鹽啊，又拉毛，那吃到啥健康嘅，其實你咩以後啊，清香呢。哦，我就南瓜。黃布。用黃布要拉毛。嗱。要嗬。我係同天炒嘛。好啊，你可以翻炒啊，可以一直活动，才不会底价才不会那个。我炒到哪种事？那个南瓜。一条落山哦。你啊，我炒到软吗？黃布我炒到軟哦。我炒到軟。哦。炒俾煙妹啊？你搞我炒好嘞。哎呦，我就會嘞。那一般我炒本事。OK。然後我看一下。可以啊，锅蓋沒有在這邊。用力啊！那水放一杯下去。這個燜一下，旁邊這個哈撥一撥。好，我來。哦，要變燜。好，來。OK。睇下，我煮到嘅黃布半條咁樣係嘛？5分熟。差不多。差唔多吼。我大概濕度唔低啊，麻煩嘞。做嘛。上火大一點。火不給他開哦。冇啦。什麼東西？加了動作了。什麼梗？我火要準他開哦。我下開吼。這個最大不是嗎？係啊。看一下，都得表面的哈。全部哦。哦。哎呦，溝同佢邊邊啊，係嘛？我先炒嘛。我也要翻炒啊。先炒過吼。你要有6杯水我都好，我條下要拿半杯以來。天天嚟解嘛。有3杯啊，條下要加1杯。啊？佢唔係全部加伊哦。哦，加下。加一下呀。你每下夾啦。哦。蓋起來係嘛？愛燜。愛燜嚇，愛下水火嘛？也水分量多，唔是啦。唔是嚇。我炒到差不多7、8分熟，將不用多了，天火來。對，要滾你下夾。有啊，會滾的，拌一下。佢個糯米嘅糯性煮出來咧，我吃到水係唔係有一些少？唔會，佢做個加落去啊。哦，我加伊哦，我加落去哦。這是標準的，該扣了你扣起來了。我扣了。你知道揚州的嗎？哦。好，蓋起來給它滾。火要熄掉的嘛，我要小火給它滾嘛。它熄火。OK，冇中熄。冇中熄。而家要燙咗嘅唔吧？哦。阿楊坤應該差唔多了吧？做得嘞哈。做得嘞哈。你可以。我火先準備。好。
用把锅落。用了饭匙好啦，冇用撇的啦。冇啦，你当风的先按用啊，先按用，有锅落啊，好冇？劈落去用呢。cái vô cái thì bữa tu biếng幾多歲？一比班，係嘛？一比班，好，好嘞，收得嘞。好 ，OK。好 ，OK。聽下伊，哦，有嘞。大廚，香醋，你去滾下，你下幫嗌嘞吼。嗌做黃跳種雞肉本身。OK， 我先來準備一下，哦，先切姜嘛，敬請期待。我用泰煲來炒呢，快速爐呢。雞肉好好煮啦。雞肉好好煮吼，你嘅黃埔飯都麻煩。麻煩。哎，蔥哎，切一團一團。哎，你喺黃埔飯一太上啦，一槍一後食嘅感覺。佢是滾嘅，哦，佢是滾嘅，幾杯度，係冇。頭擺啊，阿媽啊，大概不用調嘅時間。有一般木煮唔係煮熟嘛？哦。哎，你嘅用是不用調，係用嘅泰煲嘅煮，有冇？我鹽嘅還要剪菜啊，係用泰煲煮過飯呢，1年生嘅時間。哦，我要用大鍋，快速爐，先來不用油。鳳梨苦瓜雞嘿。係啊。哦，應該差唔多。先煸姜嘛吼。嘿，先煸姜嘛。哎，也感覺有一粒會。有批到姜麻米絲嘛？有嘛？姜麻米絲有批到？有。有哈，好像用差不多嘞。有些那個有一點微焦了，不用蒜頭。煮雞肉會幾粒蒜頭了，不用。差唔多嘞，雞肉幾鍋。雞肉，裝酒。阿弟啊，等他。少不了。等他。嗯。哎呀，太冇注意講。好，沙律還要不用黃跳醬。即係水起嘢嘛？水起啊，冇乜嘢呢。按用應該差唔多吧。哎，沖了，按用注意沖盤種。條擺夾破大擺都啲無同兩片盤種，切加煮。燒好冰啊，燒好冰啊，燒慢冰唔？唔會啦，雞肉就很忙。我有一些嘞上色上的不用煮那唔怕。好，不用煮。有批到米絲嗎？有，香味四溢。香味4溢。锅蓋都認同你。腦熱大擂台。腦熱叫大擂台。好啱用。喲，條雞肉一沖一起的，條雞肉蠻硬的，你知嗎？太 Q Q 的，啊，這兩片 Q 的雞。嗯。吐雞。我不會食唔到的。我吐雞的。係啊，唔頭擺同媽媽姐來夫講前期嗎？前乜嘢？前日本用，啱媽媽。哦。有冇？當然有啊，冇冇做過人睇。我這樣啊，幽默一下嘛。咩？我吃到應該差唔多。我一般都兩細煲來天天嘅煮。而家煮唔落啊？煮得落吧，做得吧。煮唔落。要不要打賭？要不要打賭？係要水啊？係啊，會加水啊。誒，正經蔥邊唔落呢？唔係錯嘅。掛糖落去哦，你用個泰煲煮下夾啦。好啦好啦。你這種是媽媽喊帶啲兩片，你沒帶啲公司宿舍嗎？
他上班对啊。啊，今仔时节阿姐要煮嘛东西本身嘛。有空肉。空肉。哎。厝内个空肉还要煮嘛本身？什么油啊？山珍海味，山珍海味都有。不齐全哎。你这给他嘎精神。没有。这锅这个是刚刚他们装过的，我们就这样，不是 Jason 的问题。好啦，不是 Jason 的问题，是 David 的问题。那加水。按用度好轻度。哦。所以加一点点加。天天会加，唔拉生就加。哦。唔拉生就加。好，定技术咯。拨佢落去。哎呦，看一下有滚嘛？有滚嘞。滚。吃一下米稀，吃一下含糖。英国做的全部不用下油。好，看这些。会两眼红呢，个变呀。它这个副鸡吼，要煮加哈，用当为辣。它久一些嘞，你去滚一下，等它长会滚。拿来切一下辣椒，用个吃到因为来了煮饭一起撇的。阿姐英国会替白事。你煮的饭嘛，你敢没有是煮饭本技术高？是。伊个你不卡的时间？有。哦，不过佢唔是生来煮过的呢。佢而冇肉馅，冇肉馅也不卡。冇啊。係啊。佢每來了煮本技術啊。裡面準備煮很多東西哦，今天。它是有啊，佢條阿講我煮半年不？還有2隻鴨嘞。哦，真哦。多好了。鴨咩本唔看到嘞？煮好嘅煮紅油嘅配湯做得來煮飯嘅，啊佢咩厲害呢？煮雞要種菜，也係講唔倆退油咧，咩做得來種下種菜啊，難好食。好，準備好咧，等下等嘅雞肉煮好就做得變嘅配色，好咧。阿飄哥，唔記見過飯應該係差唔多咧吧？差唔多不好嘞哈，好嘞，你等挨一下，你等挨一下，那看挨好嘞，看有一種差唔多嘞，你同我試試看啦，好冇？前一堆還是堆？試看啦，有咪咪冇？哦，是哦。是那個雞肉湯。哎，雞肉湯。鳳頭中雞。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是哦。有咪咪嘛？到裏邊就溶切了。哦，溶切了哈。OK。有嗎？米絲做得哈？吉拿米絲。吉拿米絲。吉拿米絲做得哈？正常哈。哦，阿用係咩差唔多咧？你阿飯咩差唔多咧？做得把出來咧。哦。自己把出來，你要擺盤哦。南瓜飯開蓋哦。哦。OK。QQ 香香的哦。擺一下。這金瓜飯有成功哦。真的哦。你有試了嗎？來吃看啊！哦，讚，有飆哥味。它這個有 Q 度了啊。飆哥味係嘛個米絲？黃金南瓜飯。飆哥味阿爸嘅米絲。哦。黃金南瓜飯，咩做的啦？你放心就好。啊，用就好了。你嘅黃頭中雞還有黃金黃腐飯好了哦。飯好。開始啦，吃飯咯，阿姐阿 Q， 叫我來吃飯。哦，等1球了哦。哎，試看那條飯好吃冇？根本還有天炒哦。飯魚好吃，好吃冇？大廚做的冇？小舅做的哈。雞有沒有吃看啊？阿姐有好吃冇？好啊。好，你熬也挺痛哦。你还蛮熬就好吃哦，好给你面子哦。懂吃懂吃，来主持。
已久咯。哦，嘅黃健健瓜，嘅嘛，黃埔番，還有黃頭中雞肉。干肉用挺強，啊，票來吃看啊。呛肉哦，呛肉哦。吃看那條飯好吃冇？根本還有天炒哦。干魚好吃，好吃冇？大廚做的冇？好吃。小舅做的哈。雞肉沒吃看啊？阿家魚好吃冇？好啊。哦，你熬得挺痛哦。你還蠻熬就好吃哦，好給你面子哦。三位舅舅可以哈。可以，好吃。哎，唔單槍黑你嘅，還有扮演呢。唔講係翻忙石頭用嘛，食扮演。就記得讓我講嘛。哎，去擺煮飯盤阿家師咧，就擺這時間都係讀幼稚園的時間啲啊，應該。扮演充滿，扮演的時間。你黃埔番做好先哦。黃埔番哦。阿表哥煮誒，我有天炒。他們個轉來。英國人愛炒好好吃，因為我金錢是冇好吃。根本有好好吃的是菜花，也係因為菜阿家不卡吃，好好吃。你阿老妹嘅小文啊，就像伊家不下高。啊？高技術。哦，你有去搞技哦？哦，技術煮不能吃嗎？全港人幾不行人講好吃。好吃哦，係你煮的好吃，還是煮的好吃？係煮的。你煮的是拍的。哦，係哦。沒有成功。我想的是空肉咧，送嚟同嚟聽咖喱地嘛。阿表哥可以地嘛？喂。哎呦，哎呦，是這樣哦。你好捧你自己的菜。哎呦，阿家有冇？會了。公用。你好吃豬皮哦？哎，好吃哎，好吃哎，這小舅做的。你對他搞哪個滿洲？小舅以前在飯店上班呢，他會煮，很會煮。小舅，你在飯店上班？台北三浦大飯店。三乜㗎？三浦。對。兩岸錘嗎？沒有的。哦，真的哦。東店館那邊啊。哦，真的哦。中特東路4段。你頭擺在飯店做廚師哦？哇，啱啲呢。哎，好吃噶是這位。是扮演。係啊。扮演最好咧。我是扮演。扮演有些咧。對啊，我是家婆的扮演。那青號是家婆煮的扮演。而家沒人煮啊，人家自己煮啊。係啊，我講我頭擺第一地杯煮，就上次拜拜的時節啦，我攀走啦。爸爸很好吃嘛該，啊這樣就家煮嘛，頭擺同媽媽約會的時間，我煮嘛東西本來陪我吃。哦，是阿妹煮嘅，當我煮，是阿妹煮嘅。真的改。當然真的啊。第七家是啥？做了張油哦。是改是啊。我來還有哦，做了張油哦。你講我陪我做了張油哦。哎呦，你丟都冇好吃哦，七家來冇好吃哦。你這麼偏心哦。哎，只細龍只大隻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啲樣，佢啲啊就阿 Q 咧就樣本就食，啊太子哦要食啲咧就。係啦，扮演正經好吃嘞。小文姐姐回來了，一起吃飯。哎，吳主任，來吃飯了，跟他吃飯，跟他吃飯。那麼巧，按度吼。很多人有罕見的。跟我吃飯。對，吃飯。你們偏偏轉來煮飯本阿姐，還有阿 Q 吃飯。哦。黃埔飯。湯阿表哥煮的。哦，爸爸煮的。這雞肉頭前倆雞肉來煮的。你還要留點味吃扮演哦。你還好豬頭。上班有找我煮啊，黃埔飯。有，他剛剛已經說你煮失敗了。有啊，他煮的比較好吃。英國黑吧？根本也好好吃啦，因為還有天炒。老王賣瓜是嗎？真的，真的黑啊。雞肉哪煮的？姐姐煮的。好吃嗎？好吃。你們敢吃就對啊。對，東江啊。啊？顏色很漂亮。薑聽說愛啊，好吃唔好吃我就唔知咧。哦。你吃東陽哎，會做的冇？哎，你眉頭一皺，什麼意思啊？我進到湯汁，我要進湯。哦。黃跳江。個半黃。因為這時節就會因為倆紅肉啊、牛肉啊，本倆黃跳江有。我吃到個黃跳江本雞肉、紅肉嘅都家禽都好吃。姑嫂拿來煮，口感不錯。對啊，阿朋友跟我們家煮啊，他可能是冰箱剛好有黃豆漿，就拿來煮。哎，這種算是飯嘞，冬天嘞，我吃到冬天嘞。阿朋友哥唔會甜嗎？還好唔會。還好哦，你唔會甜嗎？是偏偏呢。你怕不怕？你每一集都被邀來當來賓？
开心。哦，难得呢。阿球阿只婆吼，讲啊，真欢喜。俩英国去铁拜。第1摆哈，第1次。铁拜是你煮的菜，也还没去铁拜才去来工作吃饭。哎呀，陈塘地坡度的感觉无相用啊。哎呀，气氛不一样啊。在这是第1次。真的。很少。哇，很少地在一起啊。我年近半百铁拜呢。铁拜机还在5岁时间嘞。哎呀，5、6岁的时间，这2片走了就一样。过种的时间，家转了同东嘅自抛嘅，转了打工啊，对，系冇穿嘅零用钱，也是年工业啊，这半年都辛苦哦。铁拜，对呀，自抛的工厂哦，就穿那个金1个才1块而已。哎，真的哎，我以为是你剥削我哎，没有，真的很有钱哦。那应该做过钱的啊，应该这么多钱。你外婆很会做那个，俺们新会东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公家婆当食，我就煮咗伊啊。阿公阿婆。係啊，係啊。阿公阿婆脫胎。係啊。阿公阿婆非常很好啊。冇啊，你阿公就還會讀書，同阿文兄兄。係啊。係嘛，做碩士了，念碩士了，學霸。學霸哈。你阿媽頭擺住動槍嘅人呢？動槍嗬。阿家婆講啊，阿家婆沒槍誒，家婆幾多歲？93嘛。93。誒。唔好聽。好聽。好聽。係啊。唔錯。冇唔錯哦。阿楊永元記唔錯哦。咩記唔錯？睇條講92歲。呢個唔知佢92歲。唔短年光係啊。基本上用鬼语会听吗？还好，不做的哈。真欢喜。你喺凤浦番，大家都请我喏，因比我煮的好，系冇？哎，大家风评真好。哎呀，他一般我会点菜哦，你煮不爱吃哦。OK，做的。我想我吃牛肉面做的。哦，随时做的。哦，彪哥牛肉面哦，讲好咯。哦，冇问题。阿彪哥公司采访我最近非常嘅幸运，做得了一些人来做家妹嘅。因为阿彪哥最近係非常嘅錫字錫妹嘅人，故所根本伊做得鄉下同爸爸來到了，親有回憶嘅地方哦，轉到自家嘅阿姐屋卡。我相信佢們有親到踩兩片嘅回憶啊，要做得來鄉下成就一個回憶。在佢2個顏色，在我2個顏色，我知道係一種親好的記憶。比愛心，大家會比愛心。對，阿姐，安用比。哎，安用。哎，錯。啊，1、2、3，愛心。就比耶。好，1、2、3，耶！唱土的強用的耶。有你有愛，伊甲人嘅煩躁。